大家好，多謝幸運之神。上期嘅貼士真飛貼士係有錢收，過咗2關，而個彩金啦係本金嘅3倍以上，所以有資格燒炮仗。OK， 燒炮仗。聽晚9場夜馬，頭場開跑時間係6點40分，6點18。Richard 今一次咧想係準備買一條咧就係 Win Play 過關2穿3，一場搭第2場，因為呢2場都有一匹馬，各有一匹馬，每場係有好顯著嘅賠率移動啊！咁咧好啦，第一場講第一場，第一場係5班1,800米。咁咧大部分嘅馬匹咧都安分㗎，即係都好乖嗰啲賠率，唔會搞震嗰啲嘢。因為應該熱嘅熱，應該冷就冷啦。例如傳承者同寶寶啊、進城區啊，好安分。但係有2匹咧唔係好安分喎。第一匹就係11號金德義，金德義我係預期佢50倍嘅，而家佢咧就係俾個5.2我賺，但係報時呢個時候係5點55分啊嚇，3條5，5點55分。咁啊金德義咧就俾個5.2倍我賺。咁咧喜悅一生12號，我又係預期佢50倍嘅。佢咧而家咧就係10倍，即係呢2匹馬係有移動㗎。咁啊動得好緊要嗰一匹咧，梗係金德義啦。咁所以我無可選擇，揀咗佢。咁我咧就係準備咧係買 Win 同 Play 嘅，即係兩範都買埋。好啦，講到第2場。第2場咧就係出馬，本來係8匹啦，咁退出一匹枕頭之星，變咗買少見少，7匹咋？但係7匹馬咧，好似好易賭咁喎。因為點解咧？7匹馬撇開嗰匹6號啊，6號盈盈飛馳我預期個50倍，而家佢真係56倍。即係可以暫時唔睇住，咁啊即係六匹得，6匹之中咧有5匹啦，就係咩嘅喎？喺同程啊，就係贏過啦，唔贏過都入個位嘅有5匹。係呢場第2場係3班1,000米，咁只有一匹係新馬，路徑由潘一哥騎嘅。1000米，我預期佢20倍嘅。點解預期佢20倍咧？因為佢個試習咧都唔錯，但係又唔係好搶眼嗰隻啊，即係中地嗰啲，即係嗰一種啦。但係所以我預期佢20倍嘅，但係而家唔係喎，佢5.3喎，即係有飛喎。咁其他嘅馬匹咧應該熱嘅熱，應該都係其他嘅馬嘅匹應該係有飛㗎啦，因為我都講過啦，其他嗰5匹唔係贏我同程啊，都有咩㗎？都有啲233，都跑過233咁樣，咁係都幾熱㗎。譬如四季醒啊、星際快車啊，仲有聖萬金啦，咁年幸運9.9係冷咗啊，冷咗少少。星際快車啱數啊4.1，咁添開心8.5都係啱數，咁所以其他馬匹都啱數，淨係一匹唔啱數就係5號路徑。
我抵受唔到個誘惑啦，所以都係落飛老母幾。有一樣嘢係即係我想重複講嘅，就算係潘一哥咧，我都係預期佢，即係我都係預期佢20倍。咁你開5倍咧，咁叫做移動嚇，即係我要撇除嗰個安上人嗰個影響啊。OK，咁係咁多啦，祝大家好運，多謝晒。